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2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台北市第3选区的立委补选，本地公布要参选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维，经过党内高层考肯改变心意，今日去登记参选啊！原来已经登记的民进党吴怡农也已经开始伫咧准备，使用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伫中村路的服务处做竞选总部。这结合一选举了后，面对这个失处，哪力拢有被当输的压力。支持我的25772位的选民，我必须先跟大家致歉，抱歉，谢谢大家，谢谢。一局中行内向选民来现实的原先表示，未参选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补选的王宏维，赶伫最后一天到市选委会完成领表登记。伊讲是要为大局而战，不过也予民进党批评，这年龄议员也未就职就走去选立委。伊要代表民进党出席的吴怡农批评王宏维落跑真无公平，话为卖予王宏维当选的结果发生。看到许多人第一时间批评他是落跑议员，我觉得这对我们王宏维议员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说法。首先他要选上立法委员，才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当然会尽一切的努力，不让这个结果发生。初一就已经完成登记的吴怡农，一直积极来备战。选定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在中村路服务处当做竞选的总部，要积极来抢票。对着王宏维批评民进党乌独来治党、乌独来治国，是不是伫伊的身上会看到呢？吴怡农反倒当希望选民全力来检视伊家己。民进党的黑道治党、黑道治国，是不是在吴怡农先生身上会得到体现？我们都会一一的证明给大家看。这次是我在选举，所以希望大家全力的来检视我的一切、我的努力、我的作为。那谈到黑道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的不予置评。吴怡农强调，希望更加清洁选举，而王宏维是讲会勇敢来面对，就算是万钱来穿心，也在所不惜。明年1月7日补选，国民党甲民进党会搁再来对决，拢袂用输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长的选举争议到当有上新的发展，即国民党候选人楚清泉早起有请律师向屏东地方法院提起控告，当选举无效甲当选无效的官司。民进党的周春美是表示尊重。另外，因为候选人过身，然后到12月18投票的家己市长选举，本地伫咧选政治啊，拢会伫咧喷水圆环这个所在来举办。不过今年是看袂到啊，当天要举办国际管乐节。屏东县长选举的计票争议还未结束，国民党候选人苏清泉初日下晡委托律师到地方法院提控告。我们认为说一审夺回保全证据的部分，并没有去考虑到说本件的选举资料是有这个要保存物的现状必要性。苏清泉质疑计票时间伤久，公告的投票人数变动这问题。12月28先甲地方法院是申请证据保全含验票，隔日地方法院是驳回证据保全，验票爱开调查庭。因为不满诉求互驳回，苏清泉初日阁提控告，嘛提选举无效含当选无效之诉，对手周春美是表示尊重。我们觉得整个选举的结果没有任何的疑义啊，但是他是候选人，他不服气。我们就尊重他。候选人坐宣传车是说有名的喷水圆环，嘉义市长选举因为候选人破病过身，延到18，但是顶个月25，市选委会办的选前上尾一暝的活动，国民党候选人黄敏惠和民进党的李俊毅同款伫圆环现身，参加这场嘉义市上有特色的造势，但是这17看袂到啊，因为市府已经申请路权要办音乐节。如果只是因为跟管乐节的路权冲突，那其实还是可以讨论是不是更改它的时间，或是甚至更改它的地点。因为是30年，我们更要早在半年前已经都要做好时程安排团队的确定，所以它的牵连是相当的广。那列个候选人看法无同，市选委会是讲，虽然未办选前上尾一暝的活动，但是候选人嘛是会当找地点家己去办。过半个月就要投票啊！选前上尾一个暗会要办无爱办嘛变做话题。记者综合报道。
九合一选举，这民进党选书内阁改组声音一直出来。民进党内这中生代郑文灿受到正人欢迎，不过却伫今日说表出讲，这郑文灿代国法所的学术学位激放撤销。本人也发出声明，讲今日接到代通知，认定有牵涉抄袭撤销学术论文，强调无抄论文的动机，也针对论文引用出问题部分向大众解释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失利，内阁是毋是改组持续引起注意。行政长苏贞昌证实，立法院会期结束了后，有结果对外报告。中生代和各方面都有历练的好人才，我们也要好好来安排。党市长郑文灿最近互人点名是接任党主席甲国会热门人选，佮传出甲英系高展密会以及寻求郑国辉、林佳龙等各派系支持的消息。这段时间我们党内的各方的这个意见交换是有的，但是还没到那么具体啦。我自己也接到很多不同的意见。不过，郑文灿10月和新党同市议员候选人尤志敏等人检举台大国法所学术论文涉嫌抄袭，比对起来，同款的程度达到30.27%。媒体人黄永明伫面册公布郑文灿台大国法所学术学位去互人撤销，指导教授但明通重新无聘用。面对这个问题，郑文灿无加讲惊闪。就想说这个论文的结果可以讲一下吗？ OK， 好。我说我中午就去拿，他们也不要寄出来了。结果台大那个人说还要问一下人，结果问完以后就说我今天中午不能去拿，因为还没有，流程还没有跑完。台大表示，论文案已经调查完了，后礼拜一按照程序调查结束送教务处，才算行完流程。不过，郑文灿发声明，初二接到台大通知，确定论文牵涉到抄袭，撤销学术论文，强调是无抄袭的意思。学术论文有原创见解，部分内容无引述为倒来，是写作的过程疏失。不过尊重台大，虽然有遗憾嘛，愿意面对。对论文引述缺失，搁再一解回释的。记者综合报道。台看宜兰南方澳大桥第2019年造成意外来断气，害死6个人，12个人受伤。过2年了后，就开始重启啊，即马也特别完工。第12月底应该是会当顺利通车。负责管理的佳南港务分公司表示，会配合当地观光，也会增加停车场。未来边啊也会起一个转运站，方便旅客来行搭。大型机具和车辆停伫个南方澳大桥顶悬，重建工程已经来到收尾的阶段，入口有当地观光意向，照明设备嘛拢完成。经过2年外的重建，12月底正式通车，未来变作苏澳的新地标，就是会吸引游客进来。对，桥通车会比较吸引游客进来。对，而且这样子再去豆腐夹会比较近，至少我们自己出入也是方便的，就不用再绕一圈回来。南方澳的跨港大桥过去是连道护街一个重要的交通中心。2019因为意外放弃了后，即马爱踅别条路较无方便。接落来个拄到疫情，互游客是愈来愈少，在地点头拢期待大桥较紧完工通车。管理的港务公司嘛希望讲，并且做伙规划解决塞车的问题。两边加起来会有100个车位左右，那可以协助南方那边办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特殊假日的时候，我们会开放配合使用。港务公司是规划伫当地继续做苏澳港旅运服务设施，未来会有公路客运转运站，按照明年4月做好，希望互观光国兴起来，请厂商来苏澳港投资。记者综合报道。在即天的美国亚利桑那州会伫咧美国时间初6举行移机典礼，美国总统拜登也会出席。这座新厂房本地是要生产5奈米的晶片，不过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国的新厂房伫2024年启用了后，会生产4奈米晶片。主要原因是碰过一寡美国客户要求台积电就要供应更较先进制定的晶片，台积电目前是无任何回应。那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强调，这美国厂的这4奈米制定袂有技术失败问题。台湾时间12月7日，下礼拜3，台积电亚利桑那厂要举办移机的典礼，美国总统拜登加商务部长雷蒙多拢会出席。你决定生产5奈米晶片，其实传出投产时提供更加升级的4奈米的晶片，引发外界质疑，人才和技术恐惊遭到转移。这个厂绝对没有技术外移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对保护它的这个智慧财产权、营业秘密做得非常好。
那台积电今天只是把它的厂在美国再盖一个来做生产基地。彭博社引用知影人所讲的，台积电规划在2024年以5奈米量产，月产能2万片，传出苹果的使用大约1/3的产能。不过上新的消息是，传出伫新厂启用了后，就马上开始生产4奈米的晶片。伫第二期扩厂是毋是生产更加先进的3奈米的晶片？传出这是因为美国客户苹果要求。外界质疑，若先进的制程全部移转到美国，台积电未来也敢有可能是互国的先线呢？台积电在美国的一个设厂相关先进制程的部分，还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味比较浓厚。那么整体在台积电先进制程还是在跟流台湾。未来的2奈米、1奈米基本上都会去美国设厂，美国要的就是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对美国来说，这个是在分散风险；对台积电来说，也是在分散风险。专家分析，台积电伫美国生产的争议成本高、风险低，未来客户恐惊爱伫生产的绩效甲风险中间来做评估。另外，台积电初二股价收在492.5块半，落6块，大股收在14970.68点，半42.12点。分析师讲 ，FED 升利息的动向会继续来看淡国际股市未来形势。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超过30年的拉法叶军南北岸一个军火商王团埔涉嫌对内面抽空面相，而且人已经走路去到国外。不过，这刑法的不收新制度施行了后，法院也裁定不收犯罪所得，大约是美金4.87亿万。不过，王团埔的家属认为讲，安尼死做是违背宪法的，伫外国来申请实现。宪法法庭今仔日认定，这法院的裁定并无违背宪法。牵涉到老法爷军舰北岸军火商王团埔一家伙逃去海外，伊的家后叶秀晶伫台北市树林名下的房地产互人拍卖，伫没收新制上路了后，检方持续追讨犯罪所得，得到法院裁准没收4.8多万美金，确定王团埔的家属认定侵犯法律无溯及既往这个原则，跨海申请解释宪法。不过，宪法庭是认为宪法第2条第2项规定，没收犯罪所得，初二判决符合宪法，其他无受理。没收新制关于犯罪所得溯及既往适用部分核写。本件宪法庭关于他们的申请之受理已经确定的本金部分。驳回申请理由，宪法法庭认为犯罪所得没收甲刑法定法性质无同，无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立法的目的是咧恢复合法财产秩序，也无侵害宪法保障的财产权。若做互犯罪行为人，也是非善意的第三人，也是保有犯罪所得。这个信赖关系都无达到保护，所以无违背信赖保护原则。他说，虽然写在刑法里面。但是到底算不算刑罚，还得由他们说了算，而不是写在刑法里都是刑罚。这是大法官的意见嘛？那这么伟大的意见，我们除了服从还能怎么办呢？他是大法官了。这件军国北案伫1993年发生稳清方面案了后，专案则被控军火商王团埔中介国防部购买拉法叶军舰抽红，这部分用来拍通海军关系。经海军上校郭立行都因为涉嫌贪渎，互人判15年，已经刑满出狱。王团埔是伫2015年伫英国过身，不过针对这个符合宪法的判决，国防部是表示尊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国际新闻，中国车资搁再增加34980个本土病例，而且最近各地头拢伫咧发起白纸运动，连海客组织也出手攻击中国的官方网站，提出5点诉求，声援白纸运动。虽然中国官方的防疫做法可能会放令，不过这地方政府的措施，有关互民众是真反感的。希望规个红色岛中国河北高比店新发地做生意的人甲防疫人员发生冲突，因为防疫防控的做法，最近在中国各地引起要求改度的声音。河南省平顶山区有线街市出现民众贴图贴片要求解封，随后又被封起来，让国民众搁甲贴片贴掉对立的情形。一寡家庭归落去，因为传出5百姓以城一中的部分的囡仔核酸检测有问题，防集中隔离。家长归落去就是希望讲，用家囡仔带回去。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野水道要在林口真侪所在起封村，民众甲大路拆掉咧来阻止。贵阳护理中心小区的民警是要甲这个小区给封起来。山东省济南市绿城区受民众集合要求来改地禁令。北京通州区
美基桥镇是连日发生民众叫门，也是诉求来解封。另外，伫网络上也流传有装甲车出现伫北京街路上的一个影片。几十辆坦克要干仗了。有民众看到装甲车开过街路上，引起是毋是出现黑市镇压的猜想。中国白纸运动毋但伫各地一直传，引起世界关注。就算就连骇客组织匿名者也出手来声援，也提出5点的诉求，强调伫要求达成进程，未停止攻击中国官方的网站。中国当局3年前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伫白纸运动爆发了后，敢若有调整的空间。负责防疫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伫香港会议座谈会已经无再提出清零，反倒当时强调新冠病毒致病力伫减弱，会主动优化完善的防控的政策。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也一直发出评论的文章，拢甲防疫放松的原则有关系。而根据中国卫健委的通报，初日新增加34980例新冠个案。中央防疫方向虽然有放松的意味，不过各地方政府防疫的做法依然引起争议。白纸运动炭烧的火也未熄。记者郑华报道。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初去到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除了讨论欧盟甲中国的贸易合作以外，也讲到乌克兰战争和大海议题。米歇尔强调欧盟会遵守一定原则，虽然无讲到最近发生的白纸运动，但是有讲到希望中国会当恢复人权的对话。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初一伫北京，针对经贸甲国际局势进行讨论。双方除了拢有意深化经贸合作，针对俄乌冲突，习近平反驳中国提供武器予俄国的讲法，强调应该避免战火升级，呼吁和平对话，防止地面对抗。欧盟是希望中国会当对俄罗斯施加压力。China is a global player and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e all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to work for peace and for the respect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面对大海议题，米歇尔是声明欧盟会遵守一种原则，当时却无讲到人权议题，好亲像是伫回应当地进行的白纸运动。The EU is committed to and maintains its One China policy. I repeated the long-standing position of the EU on Taiwan and the Taiwan Strait. On the protests, yes, we discussed that question as well and discussed the acceptance by the societies of measures that are taken and the reaction by the authorities. And I just told before that we've also agreed on the principle to resume the human rights dialogue. 对比中国甲欧盟和谐对谈，俄罗斯就无遐尔客气啊。由外交部长亲上火线，指控北约破坏南海甲大海和平。Мы знаем, насколько серьезно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относится к такого рода провокациям, не говоря уже о Тайване и Тайваньском проливе. И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от подобные натовские игры с огнем. 最近欧盟开始警戒，想过碗靠中国。米歇尔这届访问是期待会当提高欧盟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不过，因为欧盟国家少年线有官员甲国会议员公开伫挺台湾，若做中国真生气，安尼合作佫有可能话停。公司新闻牛言编译。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9个月啊！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顾问讲，因有1万到13000名官兵死亡，无亲像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利顶个月公布10万人较济。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初一有和法国总统马克宏伫联合记者会顶头表示，因是头一届公开表示讲，若准这罗西亚总统不听愿意让战争结束，因也愿意召开会谈。法国总统马克宏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头一个伫北京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外国元首。比起去年2个因为澳洲协助潜艇军购案，外交关系变较紧张。这座访问有对外展现两国200多年看大西洋友情正深的意义。不过马克宏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对拜登政府的绿色工业政策 IRA 降低通膨法表达不满。这项甲川普的美国优先差不多的法案，伫气候热能科技导入4000亿美金，让欧洲国家认为这是无公平的竞争。其中高于法国的批评上济。对这件代志，拜登初一伫联合记者会表示，这个法案上起先并无要甲欧洲联邦排除在外，佮讲内容会当调整。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hare the goal of making bold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climate crisis and to build
and to build 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including batteries and green hydrogen. We agreed to discuss practical steps to coordinate and align our approaches so that we can strengthen and secure the supply chains,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除了这以外，两个人在记者会又承诺会密切合作，协助乌克兰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加压力，寻求和平。马克龙表示会继续甲普京对话，拍拼防止代志升级，要得到具体进展，亲像核电厂的安全。I'm prepared to speak with Mr. Putin if, in fact, there is an interest in him deciding he's looking for a way to end the war. He hasn't done that yet. If that's the case, in consultation with my French and my NATO friends, I'll be happy to sit down with Putin to see what he has in mind. 俄乌战争到今卖拍超过9个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科伫对24频道电视台访问，讲支付一向对伤亡人数拢是公开。佮讲乌克兰有1万至1万3个士兵死亡，这比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马克密里顶个月所公布的数20万人少真济。波多利亚科6月时阵讲，逐天有100至200个乌克兰士兵死亡。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初一表示，因为乌克兰经济加上通货膨胀影响，造成欧美经济放慢。中国也因为疫情封城影响到国际经济活动，明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可能不到2%。乔治艾娃也和其他国际机构代表伫后礼拜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到经济和防疫政策。明年这月特别公布新的经济评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乔治艾娃初一伫路透社办的路透 Next 会议表示，受到乌克兰情势影响，造成粮食甲能源通货膨胀，欧美的经济成长放慢。IMF 伫今年10月对2023年的全球增长率为2.9%降到2.7%，即马搁较烦恼中国坚持清零封锁控制政策，卖冲击到全球的经济，所以明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降到2%以下可能增加咯。Leading to tightening of financial conditions that throws cold water on the recovery, throws cold water on growth.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re is a simultaneous slowdown in the US, in Europe, and in China. 乔治艾娃表示，伊特别烦恼中国的经济，因为过去全球经济增长比率有35%到40%，是倚靠中国的经济成长。不过，即马中国受到疫情的政策甲房地产危机影响，状况不乐观，所以决定要伫后礼拜甲其他国际机构代表访问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经济发展甲防疫的政策。伫疫情方面，在着各个政治当归，新冠疫情又搁开始反弹咯。南美国家秘鲁的确诊病例就开始汹汹增加，进入第5波疫情。Lo que pasa es que ha habido muchos descuidos en estos últimos meses. El quitar la mascarilla, estar saliendo constantemente a los conciertos y así ha generado de nuevo otra ola, considero yo. 民众认为应该要采取新的防疫措施，当局除了呼吁民众继续做预防针，也考虑要恢复公共场所的强制吹暗令。那是英国是伫伦敦的科学博物馆举办新冠疫情会告展，为新冠病毒出现，各个药厂竞争推出预防针、甲做预防针等等，用影片、相片、甲物品设备等等，带参观民众回顾将近3年来的抗疫过程。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约。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组团来台湾访问，顶届英国国会来台湾访问已经是16年前咯。总统蔡英文今日接见访问团，也感谢英国国会下党派伫咧支持台湾。双方也针对着经济、印太区域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外交委员会主席柯斯恩强调，台湾是英国坚定的好朋友，也呼吁国际社会就要停止对台湾无公平对待，让台湾会当用正式会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你好。用中文的礼号来博感情，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访问团来台访问，总统蔡英文初次接见，这是英国国会自2006年了后，隔16年搁一摆组团访问台湾。
蔡总统致辞时指出，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也伫国际场合真侪摆呼吁台海和平稳定。双方即摆就台英经贸关系、印太区域安全，才议题交换意见。现在台英双方的贸易政策、供应链合作以及强化经济韧性等议题已经展开策略性的合作。除此之外，目前有超过30家英国离岸风电业者在台湾设立营运办公室。Taiwan, I am sure that we have a steadfast friend, as Taiwan has proven with its immediate assistance to our friends in Ukraine. And again, in the pandemic, where others obfuscated, Taiwan stood as a clarion voice, alerting the world to the virus which brought darkness to all of us, and then sharing best practice to help us recover as swiftly as possible. 柯恩斯表示，台湾是英国坚实朋友，也是强健民主政体之一。台英自交民主润性欢迎三关系主定，各呼吁停止对台不公平待遇，和台湾用正式会员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另外，台海紧张情势引起国际关心。法国总统马克宏去美国甲美国总统拜登展开双边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关切俄乌战争，佮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We're working together to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each of our countries, but also Europe as a whole. We are together in challenging times globally, and with the war in Ukraine launched by Russia, and so obviously it will be the first topic of discussion for both of us. 美国最近要公布国防授权法案，内容有希望提供3000亿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抵抗中国愈来愈扩张的威胁。针对国际讨论中共2017年可能犯台，德国网络媒体前锋指出，为防止和中国卡油，德国可能大幅度调整对中政策，减少挖苦中国，也成立友台小组，会全力推动台德双边的交流和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去到日本的 Okinawa 推广观光旅游、行销悠游卡的电子支付。今日也拜会 Okinawa 的知事玉成丹尼。玉成丹尼进前捌针对台海情势表态，公布要挺台湾，甚至支持中国一带一路。郭文哲表示尊重无共款国家政治人物因的主张。若日台交流协会成立50周年，日本驻台湾代表转入台强调，这日台关系是无多取代的东盘关系。台北市长郭文哲到日本 Okinawa 交流，要重振后疫情时代观光的产业，设立拜会 Okinawa 县的知事玉成丹尼。讲到台湾人真爱到日本去旅游，玉成丹尼表示，相信两国民众交流更加密切。不过，伊近期对着台海情势，表示拒绝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也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和这场会面受到关注。我们不会去干涉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讲的话，那是他的看法嘛。所以在国际关系上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立场嘛。那只是说在各有立场当中，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呢？哇，快到了！用悠游卡接入就结束啊！郭文哲伫路边坐落来大食山野冰，也去商场来买物件。悠游卡进军国际头站，选伫日本的 Okinawa， 用伫 Okinawa 全境超过2000个消费热点来消费。郭文哲这次大来推广悠游卡支付，强调会使互台湾行出去，世界行入来，开创新形态旅游消费的环境。乾杯！干杯庆祝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成立50周年，日本驻台代表转入台致辞讲，伫疫情时期见证台湾提升国际社会地位。另外，外界关心台日关系偌紧密，转入台讲双方是关系密切、利害相关，是无多取代批判。日台の関係は文字通り、唇伸びて歯寒しの言葉通り、日本が欠ければ他方も存在し得ない変え難いパートナーなのだと思います。转入台讲，看这全球，唔知有多一个彼此邻近的存在，有亲像日本甲台湾维持良好关系的，所以讲爱甲友好戏剧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1999年开始举办的东吴国际超级马拉松，前2年因为疫情关系停办，今年会恢复办理。今年计共有6个国家31位优秀的参赛者来这请拼，其中十步组的波兰选手安杰，今年拄好成做历史以来第3位，伫24点钟内走超过300公里的选手。另外，日本的选手就川家健是目前亚洲内面的上届优秀的跑者，这选手要来先拼先，也增加活动话题。
身材瘦挑，穿形前有首波兰国徽的衫，伊是波兰选手皮欧特罗斯基安杰。今年才伫24点钟超马走出301.858成绩，是历史上第3个突破300公里纪录的跑者。搁再来台湾是为着东欧超马来。It would be nice to break some record, right? But we know that here is this high humidity, higher temperature. So I will focus on doing a good race, gather some a good result. 安杰讲，2019年头一届参加东欧超马，身体也未准备好排第5，这届只提早2礼拜来适应环境。安杰这届上届大对手是日本选手石川佳彦，是东欧2017、2019年冠军，目前亚洲上届好的跑者。石川最佳纪录是2019年279.427公里，虽然有较输面，不过伊讲都亲像这届世界卡球的日本队，无到最后唔知结果。このマラソンもサッカーも同じだと思うので、最後まで諦めず逆転勝ちして。国外上强的选手6个查甫5个查某，台湾20个一流选手，甲疫情前比起来人数有较减少。不过选手是讲，伫大学内底设置练400公尺的运动场，连走24点钟，学生囡仔志工伫边仔画加油，这个气氛真正特别。校方面是期待今年会当有5个选手的成绩达到查甫240公里，女子220公里的国际级标准，再个得到世界超马总会认定是金牌的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全国高中机艺竞赛中餐考试的题目用到去年的考试卷，今嘛阁逼出讲这餐饮服务类的成绩算唔对，教育部强调专案小组已经有先协助，把这分数算正确，再来公布排名。全国高中技艺比赛商业类中餐这种学科的课题，拢用去年的互人讲汉国，昨深夜又阁传出餐饮服务类成绩计算有问题，所以无法度颁奖。经查查后，餐饮服务职种确实有成绩错误的情形，教育部专案小组将协助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厘清正确的排名。国告诉指出，厘清正确名次了后，会由新北市甲委员会阁来公告。嘛会重新核查商业类在以这种的成绩。全高总指出，技艺比赛前3名直接摕到4级二专技优补偿资格，技优精神嘛有采过一定比例，连续出2个包是损害公平性甲代表性。尤其是在前端这些对我们说的命题审题甚至于说就是评阅的这个部分，可能整体来说要再做整个的盘点，而且到底说它是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SOP 的流程，这部分其实都应该要在就是请教育部这边的话要再做一个厘清。全高总强调，承办的高中制是执行一般的工课。技术考试隔工就要颁奖，时间有压力，可能出现问题。但是命题、审题甲评外工课拢是大学教授来负责。即届相关的流程拢无落实，才会变做遮尔罕过。若是教育部专案小组已经开过头一届会议，但是未来是安怎复核？啥物人爱负责任，也是清楚，拢也未发出正式的声明。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新德县长游文科连任了后，讲未来要伫个湖口起一个新的生命纪念园区，却引起在地人的反弹。新的乡长当选人吴淑君表示，县政府应该爱大声加强地方生活甲交通，这是符合民众需求。新的县长杨文科顺利连任，第一主管会议提出未来施政重点，其中包括要在湖口乡建立生命纪念园区。消息一出，连绵引起湖口在地乡亲反对。会很担忧它的空污，还有它的落尘、居住环境的品质下降，还有像河川的污染。村民是坚决的反对。菠萝村怎么可能要有2座的生命园区呢？最需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那现在，尤其是这几天下雨天，那个交通的瓶颈，你随时看到都是在打结的。引起民众反对，主要是因为暗算新起的地点附近拢是学校，恐惊会严重影响学生上课品质。调查的结果，这个学校呢，距离生命园区几乎都有700-800公尺以上的一个距离，也不会影响我们学生上下课，也不会影响我们学生教学的一些问题。乡亲的一些意见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意见。我们县府呢，会不停的做好这个沟通的工作。
民众讲，目前河口已经有一间私人的生命纪念园区，而且以乡内人口数8万人来讲，根本无需要搁再起新的，表达坚决反对。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讲到最近真侪渔民拢伫咧掠麻仔，毋知观众朋友你敢知影讲，为啥这麻仔袂当用当港来饲的咧？所以伊才变甲遐尼珍贵。这宜兰的渔民呢，最近开始掠麻仔，真正是不满讲这外地人来到这个所在掠麻仔，这渔船啊伤过济。而且最近呢，这渔民也发现讲海边啊伤过济水流茶，会影响到因掠麻仔。林管处表示讲，会赶紧来拼，减少对渔民影响。水流茶草仔机本所蹲伫宜兰南洋溪南边，差不多11公里长的海岸，因为即摆是掠麻鱼仔的时阵，互渔民是真困扰。这落波，那调查机这渔民若拖行，房啊拢做拢是。今日走落去哦，听讲来较薄的哦，啊茶较甜的，啊都看过。渔民反映，这草机水流茶不只会互脚底受伤，也破坏渔网啊！希望公部门赶紧清理，保障渔民生活，延恢复海岸线景观。交通林管处已经派怪手针对掠麻鱼仔的所在清理水流茶甲草仔机8活动，差不多1/5。啊，不过根据统计，宜兰海岸线今年已经清8,000活动，数量阁一直增加。针对这个人为垃圾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积极去做清理的。那就是对峙的草梗部分，我们也会尽速来做一个整体的堆置。罗东林管处研判，这是对洋流飘过来，啊，不过官府认为是大雨和河水大来，因为大部分拢出现伫河口周边海岸线，数量是有够多，目前敢若形成程度人工本数，水流查甲草机成吨的才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办28年的台湾工艺竞赛，是国内上有历史的综合性工艺比赛。今年唔但特别增加奖项，也要来转型做台湾工艺奖，希望会当培育更较侪工艺人才甲支持者。即摆也特别经28件英国比赛作品，伫台北信义新天地展出2礼拜。用回收材料，佮有甘草等等材料创作的工艺品，总共28件，拢是对英国台湾工艺竞赛特别竞出来的。我们就把28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内容表现大概就梳理成所谓的秩序啊，然后梳理成形制，梳理成当代性以及社会性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脉络观察工艺中心表示，已经办了28档的台湾工艺竞赛，让真侪人才有发挥的舞台。今年特别转型成做台湾工艺奖，除了以创作为主，嘛增加协助奖，希望透过作品展览甲买卖收藏，提升工艺价值，培养更较侪人才，嘛鼓励支持者。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来扩大这个公益的创作奖励以外，我们更要来鼓励支持创作者的这些协力者这些人被支持以后，才能更加的鼓励我们的这些创作者台湾公益奖的 Plus 是公益界跃升的核心。这个台湾工艺引入28家特点的作品，包括初回、木工、石不点等等，特色是将工艺结合美术甲环保等议题。目前正在台北信义新天地要展出2礼拜。记者W台北采访报道。今年金马奖摕到最佳动画短片奖的《热带福眼》，用传统的古早工艺结合动画来讨论世界文化。这导演的张启典因兜就是开古早店的，伊含阿姊传承古早技术，佮用心思来创新改变。公司台期待青春咱的梦，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传统的民俗安怎搬上国际大舞台，来实现愈在地愈国际精神。这个嘞 ，rapper 对不对？可是你可以透过你的美术的这个基底，然后去把你未来很想要做的事情，再把它画出来，这样子。三重高中美术班的教室内底，抓人排规排，讲师张婉莹甲詹玉竹，功课是讲甲真认真。这是学校甲新兴古早文化合作的策展工作坊，要培养学生多元的视野，嘛希望学生了解本土艺术的历史。那个改变不是说要多颠覆传统，只是说让现在的小朋友更容易接触到，更容易觉得感觉有兴趣安内，我觉得这是我们做推广最大主要的目的。
伫新庄市区有120多年历史的古纸店，店面无概括，内底常常拢是古纸甲相关的工具。第4代张婉莹甲因小弟张启典，甲因阿祖传落来古纸店接起来，除了传统，嘛会做创新，改变民众对古纸文化禁忌的距离。也若张启典，佮甲这个工艺带去入金马奖的舞台。用要3年的时间，张启典结合西方红仔动画技术，创作出热带福眼特价动画，用好新的视角来探讨世界文化。这个作品嘛得到这一届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的肯定。用传统加上创意，让台湾的民俗有无同的风貌。我就结合一些西方那种动画的技术结构这样子，然后混合了一些这种传统的古纸的技法这样啊，所以那些传统的古纸的那些就可以借由这些骨架来去做表演这样那样。一张纸一支竹米啊，古纸毋但是用伫咧松的，庙会活动甚至是办喜事，嘛会当看到古纸。其实古纸嘛是有做一寡喜事的代志，这个观念嘛是阮想要甲一般的民众，互因较了解这个文化，也是这个工艺。突破传统会有压力，伊嘛要怀疑家己。毋过，即嘛对古纸文化有理解的人愈来愈多，嘛互因更较有动力向前行，继续延续古纸精彩的故事。记者罗敏柱、吴维修新北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的人权艺术生活节，阮剧团用脱剧的方式，带大家来了解一出台湾文学奖剧本金典奖的作品《Trance》。这故事内容是描写一个主角会当看到鬼，透过鬼仔附身，认捌台湾这400年来族群甲性别压迫的历史。1、2、3、4、5。你干嘛？催眠了后，灵魂就交换。阮剧团搁一届演出得到台湾文学奖剧本金典奖的作品《Trance》，剧情描写一个看会到鬼的主角，因为互鬼上身，来去认捌到台湾族群甲性别压迫的历史。那你从哪里来的？漳州、泉州也是潮州。我说，我不是客人，我不是，我真正不是客人啊。我是演杨宗。对，杨宗的穿杨宗的查某人，伫日本时代的伊可能是原住民，可能伊的表兄就是为去日本参加迄神风特工队，对，伊足欢乐的，就想讲要去找伊的消息安尼。拍破传统脱剧，敢若读剧本的形式，这届的版本加入搁较侪动作。行位、加石头，嘛，互演员伫台顶轮流接演主角，佮较有鬼魂不断上身的感觉。导演陈品勇表示，这款安排互剧情变较趣味，煞游玩共款稳稳啊讲出台湾400年来震荡的历史。我们这出戏其实也回应了。最近的时事，就是其实不管到我们怎么去定义人权，或是人权这个概念在历史中怎么样的被平反或被伸张，终究是回到每一个人他心里想要自由，他不想要被限制这件事情上面。配合人权艺术生活节，12月初3、初4，这个新版本的 Trance 会伫金美人权园区演出，对台湾历史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来观赏。记者林书豪、谢桂玲新北报道。伫嘉义滨乡的国家广播文物馆，最近邀请在地歌戏演员做讲师，来教时代安怎用广播方式唱歌戏，互时代体验到广播趣味。迄只帮我送批的影，可能是过去到美国去。摕着口碑稿来练习讲话的腔口，趣味的内容，互来上课的时代，大家是笑甲真欢喜。嘉义县滨乡乡的国家广播文物馆举办课程，互时代体验广播歌戏。把它结合到广播文馆里面的话，事实上他们也可以除了可以回味以外，尤其是这种声调的训练跟广播口才其实是蛮搭的。这届课程当中，除了分享早期广播歌戏的作品，老师嘛向时代说明广播歌戏甲电视歌戏无同的所在，佮有准备卡本要来互时代家己唱看卖。
时候我们在讲这些，好像是比较那个无啥正确对吧？啊，不过还好啦，好佳哉还佫念袂出来。我们今天在分享王宝钏薛平贵不同年代的这个故事分享，咱听到较早咱广播电台所留下的一寡好的声音，甲一寡记忆。上课的时代表示广播歌戏，因为拢是靠声来放送，所以口碑的内容，佮有声音的感情，颠倒真做上重要的部分。而且佮会当录家己唱的歌戏，实在是感觉真心实。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2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